嗰啲波，然後可以掂咧，跟住之後就有煙花出嚟，見到。都好享受同長者嘅交流啦，尤其係可以聽到佢哋唔同嘅故事啊，同埋佢哋臉上面嘅笑容啦，令到我覺得好有價值。香港人口老化啦，咁其實預計到未來係要有更加多嘅服務需要，除咗係照顧長者喺中心嘅需要之外咧，都會提供一啲認知訓練俾一啲認知障礙症嘅長者啦，例如會有現實導向嘅訓練啊、讀報紙啊，或者係帶領一啲簡單嘅伸展運動。佢哋喺中學畢業之後去由學涯過渡去職涯呢一個階段咧，其實都處處碰壁嘅。學業成績裏邊咧，其實冇乜公開試嘅一啲認證，或者佢專業嘅資格唔係好多。喺升學嗰個選擇咧，可能得返一啲職業技能訓練嘅課程比較多啲。但係即使佢哋讀完嗰個課程，市場上面可以吸納佢哋嘅機會，亦都係唔大。咁所以幾年前我哋開始同事一齊去就住呢個點咧去做啲功夫。咁所以生涯規劃工作咧，我哋就好似一個小型嘅勞工處咁啦，幫學生喺佢哋嘅能力範圍、興趣加埋嚟緊職場嘅需要咧，做一個配對。咁其實條路都係唔易走嘅，因為始終我哋係老師啦，認識嘅業界朋友都唔多，就要憑着我哋攞住佢一啲嘅限制，唔係攞住呢個係5星星，嗰個係咩尖字，然後嘗試喺職場上面咧，為一啲有心嘅僱主同嘅 seminar 都有提及呢啲樂齡科技，開始去諗下，如果要將我哋 SEN 學生去擺落呢個職場嘅界別，同而家喺職場上面點樣競爭咧？我哋點樣去 differentiate 佢哋出嚟咧？其實就係同科技有關。以往咧，其實就真係好少機會咧，親身接觸到 SEN 嘅學生或者青年人。好多時候嘅討論啊、認識都係佢哋面對緊啲咩嘅困難啊、挑戰啊，有啲咩嘅需要。當時其實都打破咗我好多一啲嘅以往一啲嘅想像或者誤會，因為佢哋其實喺成個過程入邊咧係好積極。出恩就係我哋第一個聘請嘅同學嚟嘅，嘗試下喺呢度做一個活動幹事咯。初佢嚟到嘅時候咧，佢已經有好明確嘅目標咧，係想讀社工，咁就所以好願意加入呢個行業咧，去攞定一啲實在啲嘅經驗，再去諗進修。咁其實發展到而家已經知道佢已經讀緊夜校咧，去進修緊。咁啊，一路朝住去讀社工呢個目標去出發。其實幾年前咧，你問我哋啲同學咧，冇乜同學答話佢會想即係入安老護理行業嘅。以前嘅畢業生咧係比較多出嚟係做即係一啲侍應啊、收銀員啊，或者係倉務員我哋呢啲工作。而家嘅護理行業咧，其實唔同以前嘅啦，已經係啦。咁亦都咧有一啲即係樂齡科技嘅配合，喺一啲嘅護理技巧上邊咧。咁我哋會俾到一個初步嘅概念俾同學啊，一啲即係喺院舍一啲嘅護理大概要自己做，但係實質嘅操作咧，其實都要即係等佢哋入到職場再去掌握，因為始終唔同院舍入到唔同做法，係起碼同學有一個根底喺度。我相信佢哋要容易啲上手啦。嗰個嘅職場咧，其實都係適合我哋一啲嘅同學仔去發展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有啲嘅家長一跌翻轉添。我都考慮俾我嘅小朋友咧入去做護理呢一個工作，係啦，或者咧都對於我哋即係推薦個同學仔去即係上一啲護理嘅課堂咧，家長都會支持。學校咧都有其他嘅資歷架構課程，有一個係講康體管理嘅，係啦，嚟緊嘅方向咧都希望能夠咧康體管理嗰邊嘅課程多少少嘅透連。我假設佢哋畢業嘅時間係18歲左右啦。如果佢穩定，即係當頭1-2年，佢哋揾到自己嘅工作方向咧，好大機會會成為佢哋一個終身嘅職業。我哋有啲基礎之後咧，就嘗試揾一啲持續性高啲啦，工作環境好啲啦，待遇亦都好啲啦，甚至乎佢哋喺工作上咧能夠獲得其他人嘅尊重嘅工作。呢個推動嘅工作慢慢喺學界都多咗人去支持呢啲嘅聘用啦。有校長嘅可能有個 blessing 喺度啦。更加多嘅校長去了解呢件事，我哋近幾年都有唔少嘅畢業生咧，係透過呢啲計劃咧，去投身咗喺學校裏邊做 IT 嘅 support。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發展咯。雖然我哋比其他人嘅路比較難行啦，
但係咧，我哋千祈唔好放棄，繼續追尋自己嘅夢想，勇敢去面對唔同嘅挑戰。助人自助。咁我諗SEN 嘅同學啊、青年人啊，佢哋只係喺某個階段佢哋有一啲嘅需要。咁但係其實佢哋仍然有好多自己嘅能力，工作都係越嚟越唔容易啦。亦都特別是安老上邊嗰個需求都好大，亦都的而且確係好需要一啲新力軍加入。咁大家都係要將一啲寶貴嘅經驗咧傳承到俾佢哋。咁我哋喺呢方面，我哋就共同一齊努力。